唔少老友記喺度揾內地院舍，都會喺社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網頁上見到我哋佛山市唱響會，都話好有興趣去參觀。知道唔係個個老友記都咁熟佛山，今日我哋帶大家從香港出發，親身去一次佛山市唱響會安老院。由西九龍站出發，大約50分鐘就嚟到廣州南站。出站後轉搭的士，大約50分鐘就去到院舍。你都可以揀喺西九龍站搭高鐵到佛山西站，大約1個鐘20分鐘。出站之後轉搭的士，10分鐘就去到唱響會啦。再去埋院舍隔離嘅體育公園，同佛山市特色景點嶺南新天地睇下，感受下喺佛山嘅養老生活係咪啱你？呢度就係位於佛山市嘅唱響會。一入到嚟就係戶外園林，環境清幽，充滿現代嶺南風格。老友記平日喺呢度可以散步、飲杯茶、餵錦鯉。嚟到已經中午，大家都開始肚餓。院舍地下有一間好正宗嘅地道粵菜酒家，環境開揚，可以容納200人。透過大玻璃窗可以見到廚房師傅工價。聽講佢哋係前星級酒店嘅主理大廚。菜式同埋點心都係即叫即做，等我哋睇下味道如何啦。我哋叫咗蘋果雪梨雞腳湯，2道特色小炒，仲有蒜頭炆魚煲、清炒通菜、釀茄子等。重頭戲當然唔少得呢度正宗嘅順德撈雞，每一樣都係地道粵菜風味，個個都讚不絕口。食到最後仲有港式風味嘅酥皮蛋撻同埋椰汁糕，冇諗到喺佛山嘅安老院竟然可以食到咁正宗嘅粵菜。如果有機會啊，我哋都想試埋呢度嘅早茶。住安老院都可以食得咁豐富，真係好羨慕啊！食飽之後就參觀下院舍環境啦。我哋上一層2樓係老友記嘅娛樂空間，呢度活動豐富，有棋牌室、書畫區、文藝活動室。老友記可以喺呢度打麻雀、唱 K 跳舞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再上一層3樓係醫護中心，呢度有中西醫同專業團隊駐診、聽診室、復康評估室、配藥室等，設備齊全。唔講唔知啊，已經有超過100個香港老友記選擇入住呢度，絕對係屬於香港人嘅安老院。唱響會喺原址隔離加建全新一期安老院，投入資源豪華裝修，更加切合香港人需要。呢度仲有一大特色㗎，跟住我哋嚟睇下啦。打開電梯門就會見到寬敞嘅公共空間，好似入咗高級酒店大堂入面啊！長者可以喺呢度食嘢、傾偈、睇報紙、睇電視等等。而房間主打豪華長者單人間，有單人床，配備咗多功能辦公、餐桌空間、小型櫥櫃、床頭櫃、迷你冰櫃、衣櫃、梳化等。淋浴間同埋廁所都採用無障礙設計，配備扶手、平安鐘，而且空間寬敞，輪椅出入完全冇問題。院舍為長者安裝咗可以調校冷氣同暖風嘅系統，冬天都可以嘆住暖氣，唔怕長者凍親。從窗望出去係開闊嘅自然景觀，院舍歡迎長者親身嚟試住，有機會一定要體驗喺呢度嘅退休生活啦。行出去院舍隔離係水上樂園，平日夏天嗰陣好多一家大細會嚟到呢度玩，都好熱鬧㗎。下一站帶大家嚟到院舍隔離羅村詠春體育公園，佔地13萬平方米，有足球場、籃球場、網球場同健身區，仲有緩步徑，係長者晨運食完飯之後散步嘅好去處。難得嚟到佛山，梗係要去埋佛山市禪城區打卡熱點嶺南天地，位於祖廟大街2號。我哋從院舍打車大約30分鐘就嚟到。嶺南天地前身係東華里，係廣東省保存最完整嘅嶺南古建築群。我哋見到街上嘅石板路、滿洲窗、雕花屋檐，全部都係嶺南文化嘅象徵啊！
當局將呢啲嶺南舊居活化之後，就變成咗餐廳、咖啡店同埋雜貨店。行到攰咗，我哋揾到一間睇嚟都唔錯嘅咖啡店，坐低飲杯嘢。呢度主打創意咖啡，我哋試咗香港好少見嘅嘢飲，包括有鹹芝士拿鐵同青草茶，味道都幾新鮮。不過價錢都唔算平，都要成30蚊人民幣一杯。而我哋晚餐就揀咗喺呢間網上評分唔錯嘅潮州菜，仲安排到樓上窗邊座位，可以望住夜景食嘢都幾開心。我哋叫咗涼拌魚皮、爆炒牛肉、上湯煮豆苗、海鮮豆腐、芙蓉冰皮雞。而我哋最中意係呢個古法碌鵝，喺香港都幾少見㗎，味道都好好食。最後埋單，每個人只係70蚊。佛山同香港語言文化相通，飲食相近，加上生活成本又唔算貴，都係適合香港人養老嘅地方。而佛山市暢享會更加喺2024年被香港政府納入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安老院，俾而家正喺度輪候資助宿位嘅長者選擇入住。政府將會提供全額資助，包括食宿、24小時照護同護理服務，基本醫療費用全免。而長者只係需要負擔個人日常嘅消耗品，例如尿片、導管等等，消閒娛樂、外出飲茶等呢啲支出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申請入住流程或者預約參觀院舍，立即聯絡進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了解更多啦。